的，好恶心，臭豆腐。还有姐，斜切啊，没了，剩伙伴，我就是要伙伴，我刚才伙伴，你怎么没有伙伴呢？啊，我们要不要顾一下那边？国庆一直不想过去。对啊，我们一直没有他呀。你们就三个猪对，你看他们为什么怪我们？在做什么？耶，哈金动态哦。不要住了，不要，我要酒。啊，你可以是香港故手妹让干的。那个天生的口头就在这哎呦，应该等下不会掏空变成给的器皿。掏空，那你会潜逃吗？不会，我不会潜逃。一定要让它每一颗都散，他们很严格，因为他们专挑给做某套山那种色彩哦。好霸气的乌鱼子，对，真的太霸气了。金砖吗？对，当控肉啊，当空控肉哦，好有想法。Hello， 各位天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还有手机现场嘅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欢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是民族，我是钟北强。来到呢全台湾科技最集中、科技新贵最多的地方，是系竹北。冇唔错。大家呢，一下上到竹北呢，就上到是科技新贵。还有紧紧动动科技的性贵哦，还有动动行音哎。对，而且亚岛业平均的收入水平都超高的。啊，那我要搬到这里来了。你会不会降低标准？入口呢有辣带哦，入口呢哦。啊，总共亚岛业呢，规则不管新竹市呀、新竹县，都是客家人的大本营。故说给我们念梅州的生豆，归斗后生的客家料理哦。好，来欢迎到我们在地的师傅。好，马上嘞。来欢迎到我们的秦玉凤齐师傅。大家好，我冯诶，大家好。齐师傅你好，还有陆准备陆师傅，大家好。欢迎。我们节目当中的资深评审的啦，还有就不用多说了啦。家书家脚这个代表之一。对，没错，因为他们俩在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自己 PK， 我们节目就会录比较快，自然的效果也很好。对。好了，家家来看一下，今年有几个食材。好哦，等一下打开了吼，一样的规矩吼，观众朋友猜想一下，今年会具体嘅料理係嘛嘅咯？好了，喂，哈基，哇，芦笋，很简单的吧？简单的啦，更简单的哦。芦笋炒虾仁，虾仁炒芦笋。芦笋炒虾仁，这前后顺序就是会攸关到它比例不同哦。主题有主题哦，所以不用到头前那些主题啊。对，主题啊。哦，今年会具体嘅料理是系芦笋炒虾仁。哦，芦笋炒虾仁。好，来分享到今日我俩做风吹是姑嫂收银记老收银记。大家好。你好。哎，放人。好好吃豆腐。你有没有看过真正的吃豆腐？是不是？来，蓝队掌声欢迎来陈静美还有陈思璇。shake 豆腐，shake 豆腐。没道理。都是我的手。好恶心，臭豆腐。好了，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。那分享到收银记了，收银记呢，哎，用啥嘿鼓手？鼓手之间做感情啊，后会很难得哎。对。谁是小姑还是大姑？我是大姑。你是大姑，让嘿两个露台型 Q。露台型 Q。露台不娘案呢。感情很好哎。鼓手特别会 Q 他做料理。喂。哦，厉害呀！主要帮餐而本卖人客。理事长。理事长理事长嘞。客家美食创意协会的。哇，压力应该也是蛮大的。对。扛着这个招牌了耶。鼓手等下要加油喽！平常加油一听他竟然是理事长，平常一定都在做料理，也有可能都在打分数。就没有口呢哦。好，等一下比赛有心情吗？有哈，加油！我老英讲吼，其实吼跟工作人员的关系吼很好，也是一种好处。怎么说？哎，你看一下我的来宾，哎，好高颜值哦！真的耶！你让盛宇师傅是不是有关系？女版哦。你是他的谁？亲妹妹。亲妹妹。哇，你们家都高颜值哎。对啊。没有啦。那这一位是我的干妹妹。你们两个今天哈，哎，姐妹嘛，怎么姐妹穷好了会煮出来？怎么会一起来比赛煮菜啊？姐妹。
赢3000块啊！你都当天挑签吼，你之前知道要对的是理事长吗？不知道哎，哇，所以让我有点，而且其实 shock 到。好啦，今年吼虽然係對戰吼理事長啦，我有信心嗎？有我台上邊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馬上我哋正行直接講個比賽咯。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，用嘴啲喊聽嘅時間地度做出自聽嘅取捨。本來係雅木卡嘅卡上人，也係雅木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雅木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我喺度做 bad 哈，就聽我教這些踢撇嘅東西，很難凹，來很難凹。那我們一定要。要問一下美女，你想玩你手什麼？在幹嘛？哎，就是一陳個勝宇師傅，嗶嗶嗶，哦，許云師傅哈，哎，我會好好照顧你的妹的哈。放下來啊！你想玩什麼？海帶拳，海帶拳，哎呦，冇事安用，挨老小令謝謝來。你要是敢欺負他，不會啦，你們這邊這麼多姓陳的，怎麼敢欺負？好，馬上就開始哦，等一下哈。剛剛你有想到一個嗎？好，老師指令謝謝來哈。剪刀石頭布，好，你先開始哦一哈。家之主哦，後來一家之主愛追求。中央冇中央， Q 龍冇 Q 龍，哦呦，唔怕，還有機會，哎呦，我的隊友不見了，請問哈，這個待會不要手下留情，剪刀石頭布，好，你先開始哦，我台上哦，好來，不要一樣哦，不要一樣。一家之主愛追求，中央唔中央？你派的真對，對，唔怕，是有點分重其實沒有聽了哈，關係，因為你要得有理事長啊，對不對哎呀？靜美你在做什麼職業？車帶。啊，真的跟主菜比較沒對，關沒有關係，係啊，一定的啦。好，那就對眼要睇邊開始比賽咯。好呀，哎呀，特別先來開始哈。理事長請教一下，大概有2分鐘嘅時間，然後天數了嗎？該？最先處理了嘅蝦仁，哦，蝦仁因為起見關係係只剩7號，啊2實實，哎，好還，是這個比例你比較知道，給你弄。啊，去切菜sauce。對啊哦，，切菜啊，對啊對啊你都在切蔥啊、辣椒啊，好，滷水我要切全部一半熟，你要切嘿，我要切，你要先切哎，切他30秒拿來拿出先對，你要挑木耳機，好，哎，好切。有哈。要倒水， ，CE 哦，CE 是哦，現在有新的代言嗎？冇，特地為你準備。哎沒有代言。言。哦，還會切馬格嘞，要切花嗎？不用，切斷哎那，就像那麼長啊，對兩段窗啦，這樣就好了啦。哦，你要注意簡單的哈。對，辣椒用乜切？落姜嗎？酸條酸條。啊，全用辦。切片呐，切片，切片。好，那該不是25秒嗎？為什麼從25秒到這周15，挑3.15。 4、3、2、1，聽數 please。好，那你們繼續加油，先休息哎，等一下，準備好好。痛哦。哎，因為該下遊戲輸了。好，給他款。啊，免封，哎，為什麼很難演笑容啊？好了，哎給切菜我剛剛走的有很快，沒有錄到哈。快好了，哎，不過在介紹哈第一道菜要做什麼之前哦， 10開始。那我要先來做什麼？先來切蓋串，蔥短哦，對要切怎麼樣的？因為切哦，恰的哦，恰的，切，安用切的哦。對，哦，安用啊，走的台。誰是冇強龍台的啊？這個不要啊。哦，擺強強的，擺強強的神奇啊！你了管袂輸嘛？怪機啊！對，真嘅。好，分扣了說真的對，Gogo 都不卡會教你做料理嗎？老媽媽吼，也係跟我哥學比較多跟哥哥學，哦哥哥小時候就很喜歡做菜，這樣。那先讓我問一下，現在還要做什麼？辣椒，辣椒一。樣斜切，直接切，安用切。跟他們倆。哎呦，安用切。哦，你冇切過啊？應該講啊。他們倆切，斜切啊。對，斜切，半體咧，正經半體咧，斜切啊。 9、8、7、6、是伙伴。 7。我就是要伙伴，我剛才伙伴，你怎麼我改下我的伙伴，記得你切安用。你教人喺講，安用我的伙伴，好嗎？你按照的伙伴，沒安用伙伴。對啊，
啊，因为讲啊，你现在才讲很厉害哦。放音。好了我马上，因为我们有多1分钟，我们优雅的做，好不好？来，计时10开始。一起做，一起做你看很美，安切。对，明明就刚刚有教过。好了，不过我问一下哈，俩头菜哈，盛宇哥有没有指点一些什么？哎，对啊，我有长期教我个白雪东西。哦，失学你也要做哦，你不能因为你很美就这样。向下走。 7、3、2、1，哎，他们开始动作了。对啊，加一点水药。哦，干嘛改东西？加一点水，搅一搅，还有个叫啊，香油。用油哦。看美女做菜好疗愈，你可以不要加入吗？对，我觉得你们3个站这边才对。这样画面，它导播比较好看。散爆暖呐。对，而且又都姓陈。哎，真的呢。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我们要不要顾一下那边？好。哎，那就口干片头嘞。这3个对，你看他们给掉给蒙住了。国倩一直不想过去。对啊，我们一直配合他呀。你一直讲妹，好做好。给打下点。盛宇哥。哎，你们热情呢？为什么怪我？在做什么？因为哈金动态哦。不要住了，不要，我要酒。啊，你可以是香港故手妹讓架我這個天生的口頭要真架呢。好嘞。莫真架。妹妹，那我要唱香的啊，唱香係啊。一點點。我等下會掏空變成幾個器皿。掏空？那你會潛逃嗎？不會，我不會潛逃。OK。啊，我們要不要顧一下那邊？好。哎，那就口干片頭嘞。這3個對，你看他們給掉給蒙住了。国倩一直不想過去。對啊，我們一起配合他呀。你一直講妹，好做好。給打下點。盛宇哥。哎，你們熱情呢？為什麼怪我？在做什麼？因為哈金動態哦。跟台牌粉是保住它的那个鲜味，还有添味那个手太白粉，还有太白粉，还有加啲嘅米酒，米酒可以去腥嘛，跟球手啊可以去腥。應該要去腸泥嗎？有，全部有。很美，嘴開嘅炒蝦，這個是最大的炒蝦嗎？對，因為要請你們貴的，理事長都拿最貴，它的等級跟明蝦快差不多了呢。那跟明珠呢？明珠，哇，你是第一，你永遠第一。哦喲，謝謝。別下咧，別下以三桶嘅，小尾桶啊，小尾桶哈。師傅，我問一下吼，該滷筍吼炒哈金哦，這個哈金嘅硬度跟軟度是不是比賽的關鍵啊？哈金其實鮮嘅排泄啦，口感係要正常，最主要係你係滷筍嘅甜味啊、脆度咁樣嘅，清脆嘅口感。你好，炒馬雞。滷筍唔是燙過嘅啊，直接炒嘅。滷筍我冇燙過，這邊滷筍燙過，跟甜味做些。哎，理事長，你為什麼會當理事長？你頭擺喺葵傳堂嗎？冇，我從細就當好搞啦，當哦，好主事啦。所以你個車會係你自己創嘅哦？我創會的。哇，創會長，創會嘅歷史中。入會有什麼資格嗎？沒有，只是對主事又緊錢，也是做去參加。有興趣哦，所以各位觀眾朋友，希望你想去參加嘅話，做隻老理事長嘅報名哦。對，好，歡迎大家來。我們等一下回來哈。再到甜甜炒，卡啾。哇！哎，你們兩個嘞？你太浮誇嘞。好，兩下會泡馬雞，這個是在炸什麼？撈起來。那你們這個炸有先裹什麼粉嗎？便利粉。但他們這比較像過一下油呀，讓它熟了，過油這樣子，對。是選幾年次啊？81，好年輕哦。哎，弄得差不多呢。你有當媽媽了嗎？有，2歲小孩子。哇，2歲了，好慚愧哦。哦，我們不能落入俗套，要比較這個。對為什麼比較個人的緣分不一樣？你睇那狂雞片呢，你好壯啊咧！哇，炒個色凍醬的哦，那個布靈哦，哦，哈金會炒哈魚的哦。對，溜溜會勾芡，對不對？對。哇，
不要醋了，不要，我用酒了，酒了，哎呦哎呦，看出来了。啊，伊可以是香港固守美让尬的。这个是口头又认尬呢。哎呦，不会开始笑了。再怎么生气还是要按捺一下。对。哎，老师，这道菜是一定要加勾芡吗？不是个人的，不一定的。你讲你不好吃卡做嘿？我有多一点。哦，他们加用油哦。哎，对，增加它的亮度和香。哇，真厉害呢！我要问一下，要不要加胡椒粉？胡椒粉我有辣椒的。这里有吗？哦，有辣椒的。对，有辣椒。要吗？好嘞。莫真尬。妹妹，你要唱香的是？唱香的啊。一点。会啦。他应该是滴滴什么用了？对。那我们看起来快好了，我们去看那边。等一下摆盘哦。好。哎，等一下他走在起款哦。好。芦笋，他吗？哎，芦笋都哪味？该倒。我们由此可知，家里面大概就是一家出一个厨师。哎，我都要给芦笋妹摸杀过哦。哎。不用滴水吗？哦，水吗？做咧变少水啊，客家个。少水。少水哦。啊，少水，俩是少水。用刀的没做刀嘞？倒哎。因为我们还是要照顾一下他，因为不然盛宇师傅会生气。对，不能输太惨。哎，这怎么这样？哦，副教服没有。那是黑胡椒哦，宝贝。对啊。莫会拍的哦。你要白的还是不哎？这有白的，有黑的，白的。凭着你的感动。还好我有问。凭你的感动。好。哦，30秒哦。梅头。辣椒呢？辣椒有变啊。你的盘子。哎哈。哦，准备有抖水。好，开始了。等一下，最后我试看味道哦。好。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大家出来吃吃看，大家体育馆底度，乃木卡米西较好食嘞。好的，2个芦笋呢要来炒2个虾仁哦，刚好都是我喜欢吃的。好，够干呢，摆盘出来，菜色没可以了，冇空哟。我们就来吃吃看吧。好，风水先来开始。哎，这个虾子哦，我没在客气的啦。真是低调嘞，真的。哦，味道好棒。它真有那哈。有。咱就糖同喺嘴地度吼，就那个短悠嘅上劲哎。而且米通那边料都冻好，很鲜。它就个芦笋嘅甜米入醋来，哦，请进冻红。谢谢。那然后有压力了，对不对？真的。但是咱相信盛宇哥跟妹妹5位数挺多。好了。喂。哦，5位数，来试看啊。哎呦，切的不错哦。冇佢用嘅米通。較傳統嘅米通，咩咁好食？那感覺也很好香，夯土美凍，有出來。秀英姐，你知道嘞？好吃。啊，鲜。哦。鲜度有出來了。鮮度有出來。對，真的。好，我一本分數之前哦，還喊我提醒一下，龍沙兒總不是哈，盛宇哥是你們的好朋友。好，提點完畢。我還是要提醒一下哦，新竹是他的地盤，他是理事長。哎，但是我們單槍抽料理的品文就好啦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二時間先唱起司夫，唱本書。啊！耶！唔怕，都準備陸師傅搶本付出。你沒道理。哎，真緊啊，沒都破血啦，唔好看看啊。我的想法是比較偏的話，佢個鮮味又炒出來非常好吃。佢鮮味撈個調味料下的嘟吼，該黃色撈該紅色，配綠色，該顏色比較突出。啊，比較偏的，我想法未做到吼，因為佢有點重鹹掉啦。不過我喺度探看一下陸師傅嘅想法咧。你啊，老可能個頭是個幾個可能便宜粉，加可能做得好多啲。個蘆筍可能是來撈肯定嘅梅頭可能是分別開來樣嘅啦。你啊，老可能幾個年個粉好多啲啲，又好嘅是個好個個蝦仁又粉，所以煮嘅是個嘟嘟勾芡到，個醬料串又勾到個蘆筍啊，咧都蛋糕樣嘅啦，正差到梅頭樣嘅。
没关系，各家有自家的中医吼，感谢师傅的本地的一些指教。不过两下呢，先休整一下，休息一下，来看一下给你牛凤师傅带来么个料理要搞太咖嘞。总铺素卤菜。好，期待徐师傅带来的料理，而且给你带来的是催眠的那么干。果香海鲜盅，就是果香啊，果香啊，海产、海产、海鲜。盅我就不会翻了。盅係該嘛個是該料丁一扎，該等下會掏空變成佢的器皿。掏空？那你會潛逃嗎？不會，我不會潛逃。OK。該等下會示範用辦做一隻盅啦，吼。好。啊，你係，該今天帶來的食材係，你係大干貝。我喜歡。干貝，啊，你係客家雞醬。雞醬啊，袂用美乃滋都以做該沙拉涼拌的溫沙拉啦，吼。啊，你係雲林古坑的柳丁。啊，你係蓮霧，你係炒蝦，你係滷筍，哦，先倒下去，吼。專業的啊，專業的。啊，像條煎干貝油啊，它的溫度要拉高，油不能太多。對，一點點的時候，哦，这样外皮长会擦擦啊。嘿，擦。干贝用奶油煎是不是更好吃啊？做對，但是香濃啲奶油後會上色樣嘅啊。啊，你係玫瑰鹽。哦。这道那就可以了，可以吃了。對。之前係師姐是做啲冰染哦。我切點。哦，中來了。中。小安應是做的咧。哦。哇，那你中間這個果肉怎麼辦？切貼是就從等下做個內餡。哦，還做得溶。哎。然後從個海時又做得咧。好。哇，今日嘅下工啊。炒蝦。炒蝦。然後乜嘅？調醬。該色又好看哦。溫度會不會太高？唔會，它是會要拉高。對，拉高機的，可以把按用音。你家都不用鍋鏟，對不對？我家都不用。你用手鏟。對，痛吸。火罐貼。所以你剛剛說1比1的好，差不多。1比1吼。火嘅罐貼，又罐貼。罐貼咧吼。用嘅想法係咪攞到這個這個芥末、黃芥末跟美乃滋的香法？哦。好棒哦，這好清爽哦，又會散又水夠哎，太完美了。像你要直接攪啊。攪的時候律動感多好。係啊，很時間啊，你係差唔多20分鐘咧啊。哎呀，4分鐘咧啊。我4分鐘，還好 ，OK。OK 的。OK 的。哦，先不用蝦精。哦，有開背，所以會捲起來哦。哇，好棒哦！我啲咧，應該開始門街做乜嘅話蝦條哦，因為就紅色，就聽我一個紅色，那個紅色，如果你拿掉就變啪啪哎。對，也是吼。干貝，哎，哇，這用茶法來料理耶啦！口袋不夠深，可能沒有辦法在家裡DIY。這個理事長做得出來啦哈。哎，做係冇同咯。理事長會拿大龍蝦，就係做啲嗬，我做糯米啊，有啊，去叫糯米團，然後嗬，咁嘛都好食啊。其實料理是按樣做啲變化。用馬改東西是變化，馬改，我還用納豆馬改堅持要炒。他堅持要花，就算冇時間。剛剛明珠姐一定要 cue 你好了，但是太厲害了！哇，時間多。菜呢，这算是我数1数2超想吃的一道，仅次於雞酒之後。雞酒之後，也是的。好，今日會煮乜嘅題目？哦，題目係拍嘅滷筍撈嗆嘅滷筍，又乜嘅冇強濃呢？有白的滷筍哦。有。A 白化程度 ，B 有無日照 ，A B 呢？我知道。好，來猜拳一下，猜拳。馬上來猜拳。好了，剪刀石頭布。
Yes， 好，谢谢，来，谢谢。考你好。这当然是这个道理，就是跟 A 呀还 B？ 歪吹的道理是一样的啊。哎，有可能呢。那选哪一个？我选 B。对 B。所以两片的 B 哦。 B 拿起来。两片只能选 A 了哈。猫盘发了。好了，公布答案喽。答案嘿。我来洋葱贵地是只병下意思。병下潮啦，嘿啊，不是切啦，我不切糖豆。洋葱会切来啦。对啦，贵地啦，该用古美黑。字没贵地。我小时候看这个乌鱼子哈，MD 给很血感动死哦，我还以为它是拜拜的那个杯。哦。好，今日的主嘛个题目。好，题目的拍的鲁顺佬，唱的鲁顺又嘛个莫强龙呢？我选 B。对 B。所以两片的 B 哦。 B 拿起来。两片只能选 A 了哈。猫盘发了。好了，公布答案喽。答案嘿。B。Yes， 谢谢。哦耶。怎么改嘞？老弟讲的讲眼睛强龙吗？哦，拍的鲁顺佬，唱的鲁顺是同种的作物，只是跟拍的鲁顺伫个采收前还没出土的时节话机未受到阳光照射，因此贵记的鲁顺会变头白色。啊，莫晒到日头莫晒啦。到日头的关系啦。耶耶耶！那这样看起来真的很不好意思，盛宇师傅，我不是没有照顾你妹妹，是因为他不争气。猜拳输了。这个花要吃吗？走得起。这一个给他们两个穷哈选。来，我弟媳妇让贤。猫，给妹妹。没有。怎么走的？没关系，他哥哥会做给他吃啊。对他哥哥比我还厉害。对。好好吃哦，好好吃哦！快点好，我要给沙拉都好好吃哎，真的好吃好吃。我要给吉酒，美乃滋，糖糕要给芦笋，又给清甜。狗有厨呢，这个它的火候调的刚好，不手底下只有呀玫瑰盐的那个提它一点甜味，好好吃哦，真的好吃。唔怕啦，来这有就盛宇哥，转头我自己走，我们自己做。因为今下比赛咧係1比1咯，剛剛風吹得到1分，咱準備得到1分，等下最美咧哦，不能手下留情。沒有留情的。好，輸了今下最杯民意館的比賽咯。愛係太祖譜。用吹運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總譜實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吹咁嘅因為特緊張嘅殺亂款模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，而你誰來上菜了？最杯民意館咯，前杯呢係1比1吼，這時間呢，我們是不是先請博謙的巧手？好，馬上我來打開來咯。等一下我的菜使用一下，到底係買嘅東西，會不會是明珠姐最愛的東西呢？哦，馬上打開來咯。哇，真的很喜歡呢，這個烏魚真的很棒哎。也給烏魚子啊，講正經的都行住，一聽到買這些名產，你們行住最有名的什麼風？九降風，對，九宮風呀，導邊烏魚它本身又不怕冷哈，對，故說呢，也給吼行住呀散出來，因為烏魚子真的是一等好吃，因為為什麼？它把它取出來之後要自然風乾，這邊它的風夠，時間夠長，故說它是用天然風乾，真係當好食嘞。係啊，不過今日的那個烏魚子吼做乜嘅料理咧？我靠他這個來做咧，烏魚子啊，脆乾炒盤。我喜歡吃烏魚子炒飯，你是不是做過？有，炒飯綠金，對對。不過做法佬七師傅之前做的強龍嗎？其實炒概念哦，吞凍住啦，伊可是聽個卵來炒香嘛，吼，烏魚子可能會先煎過啊，吼，可能要切油啊，來切太塊吞做的，哦，還有加的配料，今日你要加一隻你係高麗菜乾，高麗菜乾的香味未凍中啦，哦，從這喧賓奪主啊，卵的炒香吼，配料加好烏魚子的香味。菜乾的香味出來，其實粒粒分明，這樣子做的嘞。啊，挑梅就買個建議。挑梅哦，就是咱啊胡椒粉，原味是好嘞，我蓋住它烏魚子的鮮味啦。哎，冇咁炒。好，可是呢，太嘎都迪哦，最簡單呢蛋炒飯，其實係最難呢。但是我相信兩組應該都是很常做蛋炒飯吧？OK 吼，拿出去改笨蛋，然後把烏魚子跟玻璃吹管改落去就抽哎。好。好，但是我們要先請廚師幫我們出題目。你等下去這問題啊，考牌這個哈。
伊是乌鱼啊，做嘛加有印度的信鱼啊。A 曾被用来传递讯息啊。B 回游时间固定啊。A 还是 B？ 你还袂挺简单的哦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来，先派人猜拳。等下好让嘞哦，静梅姐让剩宇哥转了面子哦。三条布，耶！A 呀还是 B？A。等一下，你刚才说的是 B 哦，是哦。好，B 好了，因为你还挺简单的哦 ，B 哦。我选三题，选好嘞啊！好，选来嘞，一定要公布答案哈。答案是 B， B 乌鱼哈。当然咧冬至千后啊，伊称为古亭为个洋流南下啦。哦，因为年年回游讲信用啊，等于讲信用啊。所以不应该印度咧信啦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长知识了。好，唔怕90秒那唔错了呀。好，90秒了，唔差了哈，你们是理事长。对，哦，没关系。好了，是来金行比赛喽。这一道菜呢，我很有把握，因为呢，我非常爱吃乌鱼子。嘿，所以呢，我先收到了米酒，不能给张伯谦看到。我跑同一种讲到安谁上，谁上，这个要先干净。声音，走在边，对，让它煎一下。对。见你西边是怎么切？对，拿来切 ，OK 的啦，这个吼。哎呀，洋葱有切大丁嘛，哈。切大丁，这样可以嘛，哈。好啦，洋葱贵的，直接冰下冰下炒啦，嘿啦。哦，直接冰落一炒就好了。是切啦，我不薄切糖薄，该用固有吗？哈。洋葱会切啦，洋葱会切啦，贵的啦，该用固没？乌鱼子没贵的。乌鱼子贵的落去炒哦，哈！你看，民族安地呢，哈！我平常是对师傅们的，哎呦！哇，不会呢，好开心民族系啊，那就孔盖片咯，好 ，OK，可以。你看看，来。我前个按个切唔错嘞啦，该切死呢。贵的冰下鱼。系啊，该地头做唔得丢贴落去炒，你该我们没有地头，我们只会讲什么？欧杯炒。我们的共识等一下，没有做菜没有一定的做法，我们的共识就是切丁，对不对？可以了，你要做对了，唔是找切的啦。那讲讲你切该爽的时候嘞，用到了盘的那道。切小丁哦。我上高用帮你切咯，我很认真呢，真心讲，唔会讲话咧。那比赛呢？哦，有让冇的。会让哈，东西够就好，不是要全部放哈。这样拉又拉时候嘞，又拉全部还要吗？9、8、7、又拉时候嘞，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王英咯，王英听咯，好，换人，第二棒我马上，好，失选，这个，等一下，第二棒换他，第二棒马上，哦。干嘛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米酒哦，米酒，换两片哦。谢谢，加油。发生什么事？哦，没有。应该得那就有现该父母子改时间，你看，又现尬米酒，现卤锅。是谁教的？他们自己想的。哦。可能是盛宇哥教的。哎呦，又可能哦。好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问题有人加那么多油的吗？温度可以吗？走的。可以。不是要用干煎吗，宝贝？可以。他好像复活嘞，他复活了，乌鱼子变上变乌鱼了。我关掉冰的手，好，关掉，这样就好。关掉，放着就放在锅子里就好，不要拿，不要理它，看着钱买的东西，把材料赶快都切一切，嘿。该做对了，走对了，炒下鱼子散开嘞。等一下，它基本散开，它会散掉。好，我们等下再回来了，走了。该卵种的先打。哦，今天也照见呢。对，干净。怎么得尬油哦？怎么改？为什么不能尬？因为你冻干就会碰一来啊。哦。外面就会吸到油，你吃起来就是油的，然后比叉啊，底度是不是？哦，因为等一下炒嘅时间还会尬油，所以你下唔是尬油啦。对。这就想法咯。用法。你看。
本开来吼，两盘吼，一盘本诶炒个去这水另外一盘本最后点缀。哦，哇，我吃吃看。有用吗？黑马盖。好吃哦。但是我必须承认，我小时候看这个乌鱼子哈，MD 给很是个动机哦，我还以为它是拜拜的那个杯哦，圣杯。我们这边真的很厉害哦，摸切烫哦，没关系，它会散掉。好了，你要叫口盖片哦。你做嘛盖？你要叫口盖片。你也平不是啊，我手痒。哦，又手痒了，好，那叫口盖片哦哈。过去了，慢慢做。好，乌鱼子做得先了回先拿来。起来切吗？没，俺焖鸡看鸡就上多嘛，但是我上多那是没办法啦。乌鱼子怎么炒会比较香？继续做。要赶快开始哦，有计时哦，现在有计时哦。切什么？你要这样。会放豆儿吗？还有不会。啊，不豆儿，吃不吃？其实它等下还会炒，我们怕了。用哦，推拉对，推拉，嘿。你们还有90秒的厨师帮我。这可以用吗？走对。但是你一次就要用完了，不能用完就没有机会了。一次用完就没有了。那我们现在炒完。考虑清楚哦。那你们要讲大声一点，我都听不到。好，还没吧？先炒。他想用啊，他想用。要用了是吗？好，想用。想用。用了。请享用。享用什么？享用美食。那炒的时候要先放什么吗？有顺序的吗？应该有顺序。香菇也可以先放。最高景品质静悄悄。对，这个等于香菇先炒本去香。好，那就孔盖片哦哈。好。哦，2片开始炒嘞。哦，又香哦。我们有厨师帮我哦。香梅出来嘞。油是不是太多了？不会，因为这个很吃油。哦，干贝吗？不是干贝，这什么？你还在上菜干，高丽菜干，等一下30秒会完音了哦。干贝。好，玻璃菜干。9、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。你没告诉我。好，完音。时间到了，哎。等一下，我想要请问一下，因为蛋炒饭，我等下是不是全部捞去过后，然后再先炒蛋？可以吗，妈妈？对，你俩全部捞起来，你炒又香的哈。香鸡的个冒个余温啦哈，是做得炒软安会较难香。好。那你问那叫我用厨师帮我呢？不是龙没做的哦，不是龙做的，换你了。知道嘞。好了，帮我。等一下。啊！一定要让它每一颗都散，他们很严格，因为他们专挑这种某套餐那种色彩哦。好霸气的乌鱼子，真的太霸气了。金钻吗？当控肉啊，当控肉。哦，好有想法。那你会那给我用厨师帮我呢？换你了。知道嘞。好了。帮我。等一下，干贝我们小组讨论一下。炒白菜鱼哦。这个地方你们会操作，还是要等那个比较不知道的时候再问他？等一下炒饭好的时候才来啦。好。炒蛋的时候。炒饭的时候这样不行。好，那我等一下就回来。好，差不多这边要炒好了，我再回来好不好？好。注意火哦。好。我必须说，我们切的真的蛮好的，每一块大小有一样。刚刚是施璇切的嘛，请运动厉害，来往前一步。哎呦，来到係枸杞先加熱的哦。冇強龍哦。這是蒜苗嗎？對。蒜苗什麼時候加？我要夾在那個烏魚子上面。哦。好，你都要改90秒會用到哪味？你們都90秒。等一下。好，先來撩起來啊！撩起來，係。大聲。你看先撩起來，先撩起來。好，3號牛肉做嘅，加個把握時間咯，快啲時間。你喺度做乜㗎？做乜㗎？依下炒卵。炒卵。係，等下係師傅來哦。
好，你要用。厨师帮我吗？对，要用。确定啊？真的？真的要准备，一起讲，一起讲，一起讲啊！厨师帮我，继续开始。这么快啊？我都还没拿好锅铲呢。哇！又给哦。厨师果然就不一样。有你哥哥的身影吗？有吗？谁比较厉害？好，都很强，2位厨师都很强。哎，这个蛋炒饭要炒的好吃，这是关键了。哎，我加盘的吗？他们炒香。哦，炒本鸡香长着在加盘。盘。哦，加一溜。哎，你们这个90秒拿得对耶。对啊。拿捏的刚刚好。哇！会跳舞嘞。看就30秒哦。我们看给那些 Kim 嘛，然后再把它弄散这样。为什么要先压抑啊？剥松啊！把它剥松来。啊，这么快！9、8、7、6、5、还忙7、3、4、1，时间到。好，来，赶快接着炒。好，我们要过去哦。那就广告片了哈。好来，厨师帮我。我要片的。来，厨师帮我。又要上班了，又要上班了。等，先完全站好，那个牌子拿着。30秒可以呢。强下讲哈。对挑切哦。等，你得先准备好动作。你要什么？一起讲。等，胡椒粉呢？你要需要厨师帮我。技师开始。好，今天有冇管你耶？这啥了？盘到表下来。只有30秒哦，只有30秒哦。对啊，有不用调味料吗？没有。有，哈不用这个调油芒表。调油芒表，等下，那盘先炒散。你先帮我炒散就好了。哦，10秒了，等下会倒熟的哦。好吃啊，好吃。跳舞，9，再散一点吧。7、6，继续散。加油，你可以的。3、2、1，继续倒，手扭到。可以啦，两片都差不多了。哎，你不要忘记，他是厨师，可是他是理事长哎。对呀，我可以现在用理事长帮我。谢了。哎，我都觉得它这个颜色，我看起来好想吃哦。因为你都有现炒料，那个料先炒下去，颜色就出来了。因为香啦。酱油，胡椒粉。先试看味道再决定。我觉得对。好，那现在。你有1分钟啊。剩1分钟哦，时间没到了。看还没有炒散。吃到最白的。还没炒散，妈妈。那个。开始叫妈妈嘞。对。2个一天，我有帅哥哦。哎，怎么在腾出潮了？我也是帅哥。一定要让它每一颗都散，他们很严格，因为他们专挑叫做某潮山那种色彩哦。对。该到冰冰冰冰嘞。那就先放你，用不然冰冰冰冰了。啊，这样。哦呦，哎，高难度呢。哇！我想说要摆旁边。摆旁边好棒哦。哦，我们的饭也太美了吧！就是因为这样才冰冰蹦蹦哦。对，好霸气的乌鱼子，真的，真的太霸气了。金钻吗？当控肉啊，当控肉哦，好有想法，真的有调味吗？你真的有调味吗？有吗？有啊。那就调嘛个梅，用油，酱油啦，调味调油啊，调味下。可是香油，我们吓死了。我们好像是加白色酱油呢。白色有酱油嘛？哈，没有，只有加一点。还有只有加一点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按表上你是好累嘛？哈。好，时间咪到了哈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大家就试试看呐，也最杯米罐底度奶布卡张系你的太重补嘞。我最爱吃的又黑蛋炒饭又黑乌鱼子，制作单位真的是均来天后哎。可是呢，摄影师说我们待会不能毛起来吃，因为大家都怀疑我们在品尝的时候像在吃晚餐一样。所以我们要有这个
个原则，好不好 ？OK， 一人一口就好，一口就好，一口。好，再继续，来，一口而已哦，一口。那你们知道 Bakam 的一口是这样子吗？我的天哪！你要干嘛一口？你发现到你都要给枸杞哈，就都拿来炒哈，最尾它就摆盘呢。对，哎呦，果然是理事长。好好，是香味俱全。粒粒分明，你们有炒出来？没有找到一块的，完全没有。好，现在换蓝队的控肉饭。你到可能一定会配到蛋糕咧，你是鼎泰丰的料理，乌鱼子配那个蒜。对，太会酸。都可以算。哎，真的很高级的炒饭都是这样子的。好甜哦，也很好吃哎。可以，因为我吃完一口之后，我确定要把整碗控肉饭带回家。好深哎，超多懂因为啊，枸杞的味道就10多，该乌鱼子的味头就10多，所以我觉得也是不错。好，好评分了哈，我评分了哈，他们可以讲一下哈。盛宇哥肯定都有好朋友，好，提倡完毕。我还是要讲一下，你们是在新竹营业。公平、公开、公正、公开哦。OK， 哦。好，下次见。前向启师傅抢分数。啊？很卢师傅抢分数，恭喜。本两片的上法记得该炒饭又要记炒到入味，炒盘到该调又达到，嘿，所以应该选到两片。两片差一点形容班就是记得炒盘炒下莫按球啦，你炒球的记得香气是出来嘞，那是炒到按样甜。嘿，其实每次的两片的梅头跟正炒落去，底都是倒到咧调油的香味啊。开始都在讲炒饭，其实简单的东西，真紧做就好冇简单，所以正炒落咧香味，或是正炒落一滴咧调油的香味，差别到咧到。转豆腐号昨天让盛宇哥讲啊，是他们2个评的。好，今天呢比赛呢还会有一个素养哦，可是呢。理事长嘞，对战我们师傅队呢，今天呢，风吹得到3分，蓝吹得到1分，恭喜，风吹得到3000元打出去，恭喜！可以爆了，你们可以爆了，可以爆了哈！好，今日当饭题哈，咱嘴哈，每做得得到哈，用吧，奖品是宣盐粉钛金盐不粘锅，什么你的？哇，两宝哥没中火呢。很适合他们哈。好，这时间呢来谈一下淑莹理事长老太甲分享一下你要摆参加的心得。前什么啊？也自从个单位本来有机会来了学习，了摆就来参加了非常诶，非常的什么？很好的机会，本来在学习东东，还有看到东东帅哥美女评审老师，谢谢。是梦你恭喜！虽然盛宇哥哥冇来，不过唐公爸爸妈妈就来系吗？哇！爸爸妈妈来！分享，好像你们一家人长好像。哇！谢谢，一家之主，希望大家今日来提牌当建造来本来机会来上台希望大家谢谢大家。谢梦。妹妹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讲？希望大家给我一个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节目，让我们2个姐妹一起完成所有的游戏。谢谢大家，谢梦，静美说的真好。今日最欢喜的事情发生，就是讲大家呢不赶紧跳下来支持了，感受一下一家之主的魅力哦。系啊，你要是一家之主哦，做节目给尽心啦。所以哦，假使你富哈还有马个厉害的人，比如像理事长。假使你富哈就马个动力好的哥哥，还有很漂亮的妹妹，还有很帅的爸爸，全走在都会报名参加啦。说不定下一次就是徐玉芳师傅他家人 PK 俊斌师傅2个，这个压力更大。这一集压力很大。是哦，动期待啦。对，好了，一家之主等等出现哦，下礼拜再见喽，拜拜。